個都幾好多人都問過呢個咩叫次感源啊？係呢個好堅嘅，又係 NLP 呢啲好重要嘅技術嚟嘅。NLP 嘅實務真係好出名嘅。咁咩叫次感源咧？第一件事，我哋咪講 VAK 嘅成日講，係咪啊？視覺、聽覺、感覺係咪啊？咁其實呢一個咧係感源嚟嘅，亦都係冇得字。咁一個視覺係由啲乜嘢嘅元素堆砌出嚟嘅咧？係咪啊？咁堆砌佢啲元素咧就叫做次感源，得唔得？嗱，次感源，咁感源咧，當佢堆砌完之後咧，就產生咗一個景象啦，或者一個感覺，好多嘢出現嘅，就個成果嚟嘅。咁我將佢拆細分開去視覺、聽覺、感覺。咁視覺再拆細咗咧，就視覺嘅次感源、聽覺嘅次感源，或者係呢個感覺嘅次感源。我哋得唔得？都可以嘅喎。其實 concept 我話俾大家聽之後，你明白好好正嘅。嗱，第一件事，我哋揾兩個效果，一個我唔想要，一個我想要嘅。因為任何嘅感覺或者個成果都係由次感源組成啊嘛。咁即係我每一個感覺個效果咧，都係有一個獨特嘅次感源形成嘅。咁只要我將個次感源咧調轉咗，咁係咪即係話嗰個景象或者嗰個事物咧就變咗個新嘅感覺啊？調轉佢啫，咁簡單。呢一個人假設係我真嘅，咁佢係一個真嘅次感源。OK， 跟住我揾一個咧我都幾中意嘅人。OK， 咁係咪佢中意次感源？咁我揾晒佢次感源 element 出嚟之後咧，我喺後面咧將呢個真嘅咧掹出嚟掉咗 copy 一個，跟住 paste 落呢個。咁即係換過呢個人，佢背後嘅次感源係 happy 嘅次感源，中意嘅次感源係咪？馬上對呢個人會改觀嘅，得唔得個 concept？個概念清唔清晰？唔同嘅 OK。如果一個月後咧，又有事件需要你嘅時候，你會開定行動係3個月咧，諗清楚喎。如果真係3個月後有事件需要你做嘅，但係你覺得你會開定行動？半年咧？半年有一件事需要你做，你會點咧？1年後有一件事件係相同嘅，你會點咧？3年後都有一件事件同一件事發生，你會行動，非常好。你覺得佢做嗰度啊？做得到㗎啦。OK， 嗱，記住喎，呢個係測試嚟嘅嗱。我哋作為一個 coach， 佢第一次咧佢話好嘅，我信唔信？我信唔信嘅？我要 confirm， 佢真係有效果。聲音表唔表達得到佢肯定嘅？佢聲音已經有啦，身體語言肯話俾我聽啦，係嘛？如果佢咁樣嘅肯定得 confirm 到你真係做到，用時間框架我哋。依家覺得啫嘛，會唔會一間離開門口唔得咧？所以用時間啊，今日、下個星期、3個月、半年、1年、3年，甚至乎10年都可以。咁你睇個持久性，係仲 keep 住行，佢見到佢嗰個 energy 流啊，所以喺度呼吸攞緊啲嘢，非常好啦。咁所以記住咧，我哋